乡亲要甲镜头刷登来台湾来看这个天气的状况。今仔日方面通过，加上东北季风增强，这个中部以北是转湿凉落雨。讲这个雨才拄啊开始落尔，明仔载这个雨会落愈大，这雨讲会一直落到礼拜五。另外，阁有冷空气的影响，阴暗愈暗会愈寒。这将会是这礼拜上界湿冷的一天。北部的高温会落降7度，中南部的高温嘛会比今仔日降10度以上。温暖的日头照伫身上真享受。前一天天气真好，唔但互乌先生会当拍日头，阁有小食艺术嘛咧拍日头。不过敢若一天阁袂变天啊。唔但行雨伞嘛会记得穿袖啊。台北阁开始咧落雨，春天变面变甲真紧，雨讲来就来，不过刷落来恐惊袂敢若有沙沙的雨。今天晚上开始，随着华南雨雨区移近，这个降雨的状况会更为的明显。今天晚上开始一直到星期四这段时间，除了东北季风影响以外，华南雨雨区也接续影响天气。明天星期三是这一周目前看起来最为湿冷的天气。拜三，唔但全台湾拢会落雨，温度嘛比拜二搁较凉，北部会对22度降到17度，中南部原本30度左右会降到18到20度，东部嘛对27度降到19度，外岛嘛降10度。星期五的时候，将是未来一周天气最为比较稳定，一直到星期六白天将是天气比较稳定的一天哦。星期六各地的温度将会是这一周里面最暖和的时候。拜二到拜四，全台湾拢会真湿凉，不过到拜五落雨较回，温度嘛较回。不过拜六阁有一波锋面要到，大家希望莫伤早收起来，雨伞、雨伞嘛拢爱穿好好势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